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8，诗篇149篇20安尼讲：愿以色列因为因的创造主来欢喜，愿锡安的子民因为因的王来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愿要因为你的创造来欢喜快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天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。万物拢是你所创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也拢是你所建立的。主啊，空中的日月星辰，青翠的山岭，长老的江河，地上所有的野兽，天顶的飞鸟，地面得白的动物，甲海里的鱼类，拢是你的手所做的。这一切，拢要来高举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，世上的一切，拢无一项通甲你相比，因为只有你是阮的一切。阮的主啊，阮要因为你做阮创造主来欢喜。愿属于你的子民，要因为你做阮的王来快乐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